台南市南西区1月2日发生地震哦，阁有灾民住伫安置所，有教会甲南西区公所合作，甲民众饲鸡、种菜、做芳、做鸡卵糕来卖。工作人员斗犁田，阁斗压肥。未来这个地是要互南西地震灾民种田。基督教挂菜总会甲南西区公所合作，甲南水分宿宿舍规划做种田、饲鸡甲学做芳的所在，提供工作机会，帮助有意愿的时代或者是经济弱势的居民。咁要教阮种菜，啊嘛做爱心嘛，伊安尼甲我拍鼓，拍一个一个，拍一个拍3个，啊嘛安尼施肥，啊嘛用个帆布安尼了，啊搭袂发臭。可以帮助这里的灾民啊，就是可以让这里的灾民也有一些收入啊。是以工代赈，其实透过我们现在目前的产业，希望能够让需要者他用他自己的参与，然后产生他自己的自立，然后获得到该有的尊荣，而且自己赚到了人工钱。用自然农业模式生产鸡卵、菜色甲芳，创造工作机会来帮助居民振兴家庭。后续会当透过挂菜种花平台销售，互灾民会当得到经济来源，为接受帮助转做自立生活。这些灾民在重建之余，也能够互相提携、互相慰藉，然后一起走过这重建之路。那现在的灾民一些心灵上的慰藉的课程，还有一些像这种食农教育，让这些灾民在生活上不会感到无助。根据公所统计，目前住入去南水分宿宿舍计共有39户就业的灾民，其中大约7成是经济弱势的家庭，一个人大的时代甲新兴障碍者，透过以工课带动振兴的计划，提升灾后重建复原，让居民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生活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